歡迎嚟到正流理財手冊嘅 podcast， 呢度係一條講投資理財嘅頻道。事不宜遲，我哋直接講正題啦。大家平時買股票係咪會覺得隻股跌緊，等佢跌低啲先買啦？等下佢又已經升翻上去，你結果一股都冇買到。又或者你持有股票去升到好高啦，你呢就想止賺，好啦，賺咗之後就賣飛，佢又繼續升，咁就變咗你冇機會喺低位入翻貨。呢啲事情經常發生喺普通嘅投資者身上。如果你係做交易，你係炒賣嘅話，賣出買入好正常，好常見。但係假如你係一個普通嘅投資者，你目標係一個長期嘅資本增值，等待低位賣貨，係咪一個正確嘅決定呢？原來呢 Charles Schwab 就做咗個研究啊，就攞2005至到2024年標準普爾指數作為一個投資嘅目標啦。然後呢，投資者每一年呢都投資2000蚊美金落去呢個標普500嘅。咁20年之後究竟會發生咩事呢？喺第一種情景，就係你每年呢都可以以當年最低嘅價格買入呢個標普500。20年之後呢，你就會賺到186000美金啦。嗱，每年呢都可以以最低位買入，固然你賺到嘅錢係最多噶啦，一定係冠軍噶啦。但係等呢度咁完美嘅人，現實中呢應該係唔可能存在噶啦。呢個只係假設嚟嘅啫。嗱，跟住呢，第二個投資嘅情景呢，就係大家比較常見嘅，就係每一年一攞到錢，即係每年嘅第一日啦，或者固定嘅其中一個日子，就即刻全部錢擺晒落去，即係每年嗰2000美金呢，都係即刻就投資噶啦，唔理股市高低，總之有錢就衝啊咁樣。咁20年過去呢，佢就賺到17萬美金，就比起之前呢，就完美投資呢，少咗15000啫。好似爭得唔係好多啫，即係相當於每年呢，相差700美金吓。咁所以呢，嗱，呢一個分別呢，話俾大家聽啦，唔好等啊，即刻掉錢落去呢，就啱噶啦。然後第三種情景呢，就係一個好出名，大家都實聽到過嘅，叫平均成本法多啦 ，cost averaging。咁就每年將呢2000蚊美金分成12份。每個月呢，就再投一份落去，就好似你嘅強積金咁樣，每年就自動供款。結果呢，你20年過去呢，你會有166000美金，仲少過你一有錢就成筆錢掉落去。點解呢？因為呢，你睇翻對上20年標普嘅走勢啦。咁因為股市大部分時間都係在上漲嘅，咁所以呢，就早買早享受啊，遲買啊賺少幾嚿咁樣。咁所以呢，喺美國以往嘅歷史嚟計呢，有錢即刻買，效果係會比起多啦 cost averaging 呢係更加好嘅嚇。咁跟住去到最後一種投資嘅效果呢，就係你每年都好不幸咁樣買喺最高點，即係呢 all time high 嗰刻呢，你先至買入。又或者都唔係話 all time high 嘅，總之係嗰一年最高位就係你入市個位。20年過去呢，你都係賺到錢嘅，原來就賺到151000美金嚇。咁呢，注意佢係賺到錢嗱，唔會賺得多過上面，但係每年2000美金，20年後你都仲賺咗151000美金呢，絕對係唔錯嘅一個投資效果嚟嘅。即係所以其實你高追呢，唔一定係會蝕錢嘅，最緊要就係你肯長期投資。好啦，頭先我咪講咗1、2、3、4種咋嚇，就最後一種呢，就係一個好怕投資嘅人，佢每年呢，就將啲錢呢，就買國債，佢都算叻噶啦，唔擺定期去買國債。咁結果係點呢？20年佢唔買標普，去買國債呢，20年後佢有47000蚊美金，好諷刺啊！如果佢每年呢喺標普最高位入市呢，都遠遠多過買國債。呢個就係唔投資股市嘅代價啦。咁我總結一下呢5種投資嘅結果啦。第一種，每年喺最低位入市，20年之後就有186000。第二種，一有錢即刻入市，20年後有17萬。
第三種就係平均成本法，將啲錢分開12個月，逐個月投入去，就有16.6萬。最後一種呢，就係每年都喺最高位摸頂入市，20年後呢，佢都有15.1萬。而完全將啲錢擺晒落國債度嘅呢，就20年後有47,000。聰明嘅讀者可能會講啦，2005至2024冇乜代表性嘅，但係其實呢，裡面包含咗08金融海嘯啦，又有 Covid 疫情，咁但係唔緊要嘅。原來 Charles Schwab 呢仲做咗其他嘅時間段嘅，咁佢仲查咗由1926年起啦，所有每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期咁樣睇呢，結果都係差唔多嘅。結果都係當然係完美投資啦，永遠摸底嗰個呢就係排第一啦。而馬上投資又或者平均成本法呢，都係排第二、第三嘅。然後呢，就算你幾咁唔好彩，每年都係最高位入市呢，你都係最後會贏咗買債咯。所以呢啲回測話俾你聽啲咩呢？就係如果你唔係一個金融嘅專家，即係你有份正職，唔係做股票嘅，唔係喺銀行，你唔係識好多金融相關嘅嘢，你只係想喺股票市場度賺一啲你應該有嘅回報，咁你就唔需要特別研究個股嘅，你直接買標普500。唔好諗幾時買，你而家有錢，而家即刻買，就已經獲得到你超額嘅回報㗎啦。但係如果你有拖延症啊，即係諗住不如遲啲先買啦。好似高位喎，你知啦，散戶好多原因唔入市㗎嘛，亦都好多原因呢就會無啦啦沽咗啲貨，諗住低位執翻咁樣樣。咁頭先講嘅所有例子呢，都係齋買唔賣嘅，留意翻。即係就算金融海嘯，你遇到疫情，咁你都係揸住，然之後唔放，又或者突然之間呢Donald Trump 又講啲咩關稅咁樣樣，然後一日跌40%，但係你都係要堅持唔放呢，你先有呢個表現嘅。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嗱，如果你中意條片，就記得點讚啦、訂閱、分享俾你所有拖延症嘅朋友。嗱，下集想傾啲咩，留言話我知啊。拜拜。